为了展现单市领航教育梦想成真的成果，上午发表会中，延空高校学生以今年所特别设计的创意健康操，配合活泼的音乐节奏，展现学生的青春活力，毛济人回忆过去做旧式健康操的情景。包含了热身动作以及主要动作、舒缓动作，可以说是非常完整跟完善。结合我们时事，也创造出我们台南市独一无二的教育。教育以健康操运动的软实力来拍头阵，会长局长陈新辉嘛以教育创新、突破问题以及建设成果等方向，意向市民报告。其中展望未来，配合科技人才进驻沙仑去学生的囝儿就学问题，已经正式核定专双语学校会伫112年完工执行。那我们呢，争取了所谓的从 K 到12，就是幼儿园、国小、国中到高中，总共有47班。那行政院全部核给了大概7.2亿的工程经费。我们目前呢，系社的部分都已经完成，所以从明年开始，我们就会在部里面先核给112，那这个工程经费我们就可以来发包。那么预计会到113年的时候，那整个工程会完成，然后开始来启用招收。那么全科到12的全双语的一个学校。发表会中包括淡市中小学校长协会、教育产业工会、家长协会等教育单位拢一一出面，希望真心打造台南教育新的风暴。但新闻馆及何强邦采访报道。